据称，中国将在2019年年底关闭东突厥斯坦所谓的再教育营地。中国当局于2017年初开始实施集中营政策，并在2018年继续实施。许多精英，包括来自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社区的知识分子和富人，被拘留并送往难民营。同时，由于酷刑和恶劣条件，数千名囚犯在这些难民营中丧生。随着中国的非人类行为被广泛报道，包括欧盟议会和欧盟人权委员会在内的人权组织开始对中国做出反应。作为回应，中国首先否认了集中营的存在，然后不得不承认，当中国的镇压政策吸引更多强烈的国际谴责和批评时，欧盟人权委员会要求在7月和8月向东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委员会，调查该地区的人权侵犯行为。据报道，中国当局已将数十万在这些难民营中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送往中国。大约有4至500万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东突厥斯坦的其他突厥人现在被关押在酷刑营地，而且正在经历着非常艰难的日子。与此同时，已经成为孤儿的孩子被送往所谓的寄宿学校，在这些学校内，他们正面临同化。据报道，中国当局没收了许多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的财富，而一些人的房屋则被出售给来自中国内地的汉族移民。据预测，2019年中国将一些人派遣到中国内地的监狱，一些人将在家中监禁。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呼吁所有东突厥斯坦同胞团结起来，结束彼此之间的矛盾和误会，将全部精力放在反对中国占领者的战斗中。